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到立法院，针对要开放含3马精的美国猪进口来备询，结果是去予国民党的立委林为洲甲骂甲无一地，讲陈吉仲反其反倒，过去甲即摆态度大无同，痛骂伊无体。 尤其是这个农村基金是要用来补助受灾害的农民的钱，讲陈吉仲无应该摕来做宣传广告。林为洲要求陈吉仲落台负责，这个证会是正明。坚持要继续做官，无耻。国民党立委林为洲伫立法院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。 林为洲针对农委会伫科人杂志广告经费的来源，敢若无符合规定，提出质疑。 农损基金是在补助受损害的农民或产业，你可以登广告，但是你要用，不能用农损基金登。我除了刚刚这个说办案是属于动物用药里面的规范，这个动物里面的规范符合动植物检疫里面协定的所需要的措施，完全符合规定。 陈吉仲回答林为洲无认同，佮质疑伊即马甲过去态度是反起反倒。你在2013退货金美猪进口，政府打死也要挡。 一旦退让，台湾将没有农业，产业会崩溃。陈吉仲早起到立法院，针对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去立法院备询，一开始就出状况，和那样立委骂讲真正是有够离经。那因为我们事前有把简报档来送到这一个立法院，但是现在可以在等这个简报档的时候。 真无简单，开始备询，和那样立委一直骂，陈吉仲一直强调讲，伊本身厝嘛是咧饲猪的，较早甲即摆时代背景无共款，因为绝对会用100亿的基金保护农民的权益到底。国民党立委就是压陈吉仲下台的牌啊，嘛好拿咧各位美国猪肉议题引发战火。